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市政网站创意书房查出一段官人客伫咧拍色情影片，也查到一个嫌犯，做未成年翕数的影片趁钱，受害者要到上百人。台北市市民大道中头有乌托邦家己收起来，也收到边仔八台，初步判断是乌托邦内面的锂电池伤过烧，才会导火。哈马斯领袖哈尼亚31伫咧伊朗的首都互人杀死，伊朗和哈马斯拢讲是以色列甲空袭的，伊才会来死亡。色情网站创意书房案情有上界新的发展，这警方一下就查到买卖这挂色情影片的人有116个人，这个人呢有老师、有警察，甚至是科技业的员工。警方调查了后，也发现讲有一个姓黄的嫌犯，因为才赚到这个垃圾钱分袂平，就退出家己开钱来经营。伊是开钱请一寡未成年的少女翕一寡私密影像来赚钱，这受害者要到100个，警方也约谈331个人。几落个查甫人被拘提，刑警伫咧两边介护。警方两波行动总共掠到116人，拢是涉及非法的色情论坛，甲创意书房有关系。上游的干部有处理不法金流，还有制作浮水印的助理。那创意私房的中游则是卖家，这些卖家用诱骗或者是偷拍的方式来制造儿少性影像，其中下游的买家也是犯罪行为。被掠到的上百人，每人有105人，自老师、警察、公务员拢有，尤其是做科技业的占大多数。另外，这边8个人涉嫌诱骗或者是偷翕离小性影像，也有8个人被掠。有认罪吗？当初会发生创意书房案件，就是自艺人黄子佼被控涉嫌持有未成年性影像开始，专案就一直扩大，卫生部也甲论坛封网。但是警方调查发现，主嫌犯加助理3个人负责消防业务，因朴水银。虽然被封网了，依然是继续营业，经手的不法金流超过2000万。关键的幕后首脑，也就是站长老马，是藏伫咧境外，也未抓到。警方这边对查创意书房案件，伊阁查到案外案，有一个姓黄的主嫌犯，因为对利益分配不满，退出论坛家己做，自 SCP 群组出发，也就是进行定行社会代办N号房事件，锁定未成年的少女，讲翕相有钱通赚，骗因翕一寡性私密的影像，有86个人受害。群组被查到了，今年初伊阁伫咧Telegram设新的群组 OAT， 用类似手法犯案。在17个县市，我们出动了600人次的警力总共有320位这个影片的买家到案。设这个新群组的嫌犯，就是最近伫咧新北市邦桥自楼顶下来姓林的男子。警方这边的搜查行动，自每个人到管理者，查到超过330人。非法的论坛虽然被抓到，不过各种群组也是4月伫咧传信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县南区呢，有一间柑仔店的头家，对81年到113年这段期间，佫落假是去共摸这国小查某学生的身躯，受害者大概有20多人。学校发现了后，随通报县政府，依照刑事了防治法庭书处理，也会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花莲有某高中女学生被女刑时，甲老师讲，国小期间保护花莲县南区某一个杂货店的头家性骚扰，学校向学生所读的国小来通报，发现有20多个女学生受害，随即来进行校安通报，并且向教育处来通报。他去买东西的时候，老板会拿那个尺戳他的胸部的位置。接到通报后，马上安排时间在6月24号到达当地那来做这个性骚扰防治的社区宣导。那这个部分我们有结合了警政、教育跟我们社政那希望能够这个家长能够有知道事实以后呢，能够来做报案。社会处派人到部落去宣导，也随通知警方协助处理。根据了解，这间杂货店也未分未酒和青少年。县派出所也有去宣导，不过依然无完全来改善。加上社区真侪家庭拢有成效，所以讲真侪家长也无愿意听破面行这个法律途径，也互受害囡仔感觉真有压力。毕竟我们跟那个老板是有上的问题。
就是欠账的问题而已。他有这样跟你讲，叫你赶快还钱？目前是没有，他就跟我说叫我老公撤到。担心说这些小孩子渐渐懂事以后，这件事情对他在他的人格形成的过程里面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陌生人有随意触碰身体的状况，请不要担心及畏惧，请立即向学校及派出所反映。经过警方调查了解，110年到113年中间有侪名被害少女遭受强制模范，嫌犯到案了也拢有承认，依照涉嫌强制模范甲违反儿童少年权益保障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由过去台案囡仔这个案件来发生，台中乌节有一间私立的幼稚园，着民众去检举这老师有虐待囡仔行为，警方含这教育局拢有接到报案，也拿台中地检署登来侦办。侦判基金会表示，发生这款的事件，爱关心囡仔和家长的心理状况，应该爱提供免费咨询。这间伫台中市乌日区的私立幼儿园，互民众检举，若是发生不当对待囡仔的代志，也有人伫面册甲指控。警方证实已经受理4个家长的报案，随报台中地检署侦办。本辖学童遭不当管教案，本分局已受理当事人报案，报请台中地方检察署妇幼专责检察官指挥侦办。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如果接到家长检举，着随去幼儿园稽查，甲监视画面早等去查，也要求随家涉案老师停职，调开审查小组决议要展开调查，会为中央人才资料库选调查小组的成员。乌日区某私立幼儿园发生疑似不当对待幼生案件，随即入园稽查，并且带回监视画面，也要求园方即日起暂停疑似行为人职务。30日中午，由审查小组讨论决议受理此案展开调查。幼儿园目前也未对外说明。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认为，校园虐待囡仔案件，市府除了爱查，也爱关注囡仔甲家长的心理创伤，就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去寻求咨商的话，一定是费用非常的高，但是因为它是在学校里面发生的问题。好，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站出来，因为政府有监督学校的责任。人本表示，即马卫福部的少年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敢若限15岁到30岁的少年人，拄着压力甲歹情绪时，会当免费接受心理咨询3届。建议地方政府增加预算，互受虐待囡仔也通接受免费咨询。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市民大道中道有乌多摆家己烧起来，会去烧到边仔8台。警察人员发现这个情形了后，来到现场拍火，初步判断应该是这乌多摆车厢内面的锂电池伤过烧，才会来导火。就这乌多摆车行的这个头家讲，目前这乌多摆真侪拢是装这延伸电池，无啥有可能讲因为天气伤过热就来导火烧的。中道一台乌多摆停伫人行道的停车格，先是忽然间呛乌烟，后一秒竟然直接导火烧，火势一个无法度控制，佮烧到边仔的乌多摆，结果规排的乌多摆拢烧起来。台北市市民大道31中道传出火灾，有乌多摆技术家己导火，警消接到通报了后，第一时间就到场要甲火势拍花。至少有8台乌多摆烧起来，严重的是烧到臭火焦，干那剩骨架尔。现场拢是烧塑胶的臭味，有受害车主到现场看到规个戆面，才停几点钟尔，伊的车就烧到密密麻麻。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个车我就是一定就是放弃了啊。涂骹有落几啊粒锂电池，火调科采证调查，初步研判应该是乌多摆车厢内的锂电池过热才导火。警方嘛调查导火这台车的车主，对方讲，这台车在5当前因为旧的电池歹去，就家己去买锂电池来装。有乌多摆行的头家讲，乌多摆大多数拢用延伸电池，无啥可能因为天气烧热就烧起来。这种铅酸电池的时候啊，从来没有说，这样会自燃的了，大部分都是，车子啊。老旧啦，或者是说，它线路啊有破损，才会有这种情形。那之所以会烧起来，可能第一个是电解液发生了一些变化，或是电池受到撞击碰撞，可能用到劣质的电池，也有可能造成这个原因。有化学老师嘛分析讲，有可能是电池的品质出问题，还是轰动到才会导火烧。不过详细导火的原因，阁要等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内湖有一间伫咧卖凉面的店家传出可能是食物中毒案件，有4位民众昨去食南鸡肉丝的凉面了后，却开始走跑又去吐。卫生局今日去到现场稽查，也发现讲有3项的卫生缺失，要求业者伫咧8月初7进行爱改善。另外，现场抽验凉面检验结果上近2礼拜内会出来。专家也要提醒民众，无论是便当或者是凉面，尽量伫1点钟内甲食好了，较袂臭酸。就是这间伫台北市内湖铁厝凉面店，30传出有4个人客食完鸡肉丝凉面了后，发现胃吐、甲落瀉以及腹肚痛，好亲像食物中毒的现象。头家娘是讲凉面拢是现煮的，怀疑热天天气烧热，铁厝温度高，真有可能是鸡肉丝保存不良出问题。它的出问题是鸡丝的部分，应该是保存不当。因为我这边很热嘛。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隔工到这间店进行稽查，查到无人员的体检资料，叶啊挂伫壁顶的公路顶悬，电视风外腔真垃圾无清气，还有油污等3项卫生缺失。另外，现场抽验一件随会当食的凉面加环境员工手的4项检体，检验结果上近2礼拜后公布。以限期8月7日前改善完竣，几届复查，如仍不符合规定，将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8条及第44条处6万到2亿元罚锾。凉面如果说你放在室温放很久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夏天的话，就可能会受到环境中的病原菌污染，那民众吃下肚的话，就会有食物中毒的风险。动物专家提醒，伫外口食，无论是便当还是凉面，尽量伫1点钟来食完，避免食物放伫室温伤久，产生细菌。卫生局嘛提醒民众，若是发生食物中毒的事件，爱伫第一时间通报，并去病院就医，方便医师判断，协助采样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食的卫生问题，台中有民众伫网络顶头写讲，昨暗呢伫咧一间连锁火锅店包一碗登去食的时阵，甲这酱料摘出来，发现这内面有家族尸体。业者表示讲，已经有接到卫生局通知，会加强卫生管理。那彰化县卫生局也去到酱料工厂稽查，要求工厂呢就要限期改善，那准无食依法甲因处罚。甲这酱料包拍开，正想要揾物件食。结果摘啊摘，敢若摘出一个家蛇虱，互伊一时拢无胃口，强要吐出来。民众伫网络上讲，30暗时11点外，一点连锁火锅店的火锅要来食，结果发现酱料包内底物件，敢若亲像是家蛇。在他们的店里面吃的，有这种的那个状况的话，基本上应该也不会想要再来第2次了吧。民众讲，虽然毋是火锅有问题，毋过相关对这个卫生感觉会惊。实际上来到台中市中区这间店面，铁门是扭来，也若总公司是向消费者下失礼。除了配合卫生局稽查，也正伫调查这酱料厂商生产的过程，到底是倒位出问题。暂时停工，然后我们会等卫生局给我们一个可以复工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说这个实案报告出来以后，我们会做整个一个详细的评估，我们再来看后面怎么样处理。台中市食安所已经介入调查，酱料包是由彰化园林的工厂代工来生产的，已经转通知彰化县卫生局。也若彰化县卫生局稽查人员也去稽查，厂商讲将已经停机来消毒，也加全国工艺配合产品来改做回收。我们不会去推卸责任啦，我们第一时间把它先收回。那依照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的规定，我们的食品业者应该要实施有效的一个防病媒措施，那避免发现有病媒或相关的一个出没的痕迹，那而且要落实环境定期的一个清消跟制程卫生的管理。彰化县卫生局讲，除了爱确认厂商的制定，嘛爱调查卫生管理是毋是有疏失。那确认违反这个规定，会依照违反食安法来开罚。记者综合报道。减碳即马是一个真大的商机，有民众想要正做这碳权交易师，就报名上课，这学费阁无俗哦，爱开30万。就民众指控这间这台湾碳净零学院无立案，就伫咧招生，根本就是诈骗。学院即马是回应讲，这是消费纠纷，等咧处理咯。台湾碳净零学院的网站一直咧招生，嘛标榜会当成为碳权交易师。有学员报名伫台中开设的课程，缴30万了后，上课才发现课程品质无像广告所讲，上课地点变来变去，连老师是谁拢毋知影，想要退会所互拒绝。学员不退我30万，也不让我上课，今天我就站出来控诉。
就是希望不要再有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受骗。另外一个受害学员李伟洪成汉陪同之下来到记者会，拄到小翔处境的伊向台中市消保局申诉，才知影学院伫台中并无入班。课程品质很差，没有30万元的价值，甚至还有很多广告夸大不实、欺骗。台湾碳精灵学院，你们的良心在哪里？都没有取得合法立案，所以是完全的非法营业。教育部证实，学院甲逢甲大学的产学合作案无包括开课，台中教师确实是无入班，而且地方政府稽查。环境部是指出，确定讲要培训碳权交易师，并不是环境部承认的身份。碳权交易师，这就不是我们的一个法规的一个制度，那相关训练结果也不会被环境部所承认。台湾碳净零学院回应，甲学员拢签有合约，纠纷应该转去到合约来处理。学员指控诈骗，学院表达遗憾，认为这只是单纯的消费案件，已经尽力定事处理。逢甲大学无承认开课是产学合作的项目，学院认为这是认知无相同。有关台中开的课程无入班，是会拍拼来申请入班。记者林文培后做台北报道。伫咧外国呢，红叫做是送是毒品的依托米酯，早伫咧6月中，官方就国际列做是毒品管制。不过经过1个多月啊，行政院到单也未正式来公告。着民间的解毒中心表示，接到这依托米酯食甲掉的个案，今年6月已经增加到41%，甚至有嫌犯趁也未管制进前，伫咧拍拼推销。警方也表示讲，最近接到这查到个案，确实是有变质。骑车挖来挖去，违规红灯正挖，高雄警方看到了后，当场甲人杀落来。做歹代志看起来真不安，原来这骑车的人身躯有安非他命，超着的分弹分油，更加是管制药品依托米酯。互警方查掉咧，行路无啥载，这涉案性的10人伫新北市三重埔开车拢是警察，承认讲开车有输电子烟，成分也是依托米酯。敢若是7月以来查到这类案件，全台湾至少6件，更加有增加的情形。含有依托米酯的案件，大部分都是掺混在电子烟的烟弹里面。查缉的案件上，的确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情形。明明中央跨部会早伫6月有决议，将依托米酯列做毒品来管制，不过正式立管也未实施。不少人士就趁这个法令空窗期，赶紧4个月。就算互抓到，警方也无多用毒品条例来办，这类案件是更加增加。吸食依托米酯的人打电话来求助的，还有家人，然后到6月份已经41%的电话量，以目前列管的速度来讲，是感觉跟不上。法制作业的预告跟公告程序，它事实上本部是没有任何的基研，它事实上整个法制作业程序就必须要经过这些历程的时间。7月底已经把这个完成预告的程序程序已经送请行政院公告嘛，那行政院会在什么时候公告？那行政院它当然会尽速来处理。国外清做送是毒品的依托米酯，若食伤多，恐惊影响中枢神经，可能出现攻击的行为。伫经过卫福部决议列做管制药品，法务部随后经历正做3级毒品，前后已经过2个月啊。军局查行政院正式来公告立管，公告期程若是无较紧的，就惊法规对袂到依托米酯扩散速度。记者综合报道。警方宣布抓到国内上界大的电子私分厂，因涉嫌含6个泰国查甫人对中国进口原料入来到台湾加工，网站佫设置咧国外会当闪过追查，警方会当伫网络，民众会当伫咧网络顶头买到粉。警方也查扣市面价值超过1亿的成品甲原料。查缉人员入去这间厂房，内底拢是混油的成品甲半成品，干那清点就真够工。这个好像是包装，这都是包装。货架顶悬有各种口味的混油，另外一区拢是原料甲来路不明的旁证。警方去年底锁定县长和县里的这对男女朋友，因涉嫌透过海运为中国进口尼古丁含几哪种口味的旁证，佮加入其他化合物，了后注入电子分弹或者是混油补充罐，再佮透过外国的网站提供民众注文。我国目前全面禁止电子烟制造、输入、贩卖及使用，最高可处5000万元罚锾。即便单纯使用电子烟，
亦可处新台币2000至1万元罚款。为逃避追查，主嫌佮另外6个泰国籍的查某人，伫台中市区设3大电子分工厂。警方今年5月下旬出动抓人，查扣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市值超过1亿。警方依照违反药事法、税关稽征法佮洗钱防治法上班，违反危害防治法的部分，而且起负卫生局裁罚。医师提醒，使用电子烟买对身体造成伤害。化学物质呢，它也有致癌的风险，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重金属，它可能会沉积在我们的肝肾心肺脑里面，会造成我们长期的危害。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话，我们脑神经的系统发育还没有完全。医师表示，电子烟大年固定成分片光酚是关数倍到数十倍，而且会造成厌昏、依赖，尤其对少年人的心血功能损害是搁较大。记者台中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定代表哈马斯组织伫咧国际顶头出面的哈尼亚31传出伫咧伊朗首都德黑兰互人抬死的消息。死者除了哈尼亚，伊的保镖也是死去啊。互抬死进前呢，又参加伊朗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伊朗政府和哈马斯也拢证实这件消息，拢讲是以色列用空袭的方式甲因抬死。包含这边卫队在内，伊朗政府机构加哈马斯组织，因讲同一时间发布哈尼亚无实新闻的消息，并且将这目标指向以色列，讲以色列空袭德黑兰的哈尼亚大的所在，造成伊甲一个保镖死亡。不过伊朗方面并无说明哈尼亚无实过程，只是讲也伫咧调查中。现年62岁哈尼亚是加沙在地巴勒斯坦难民的第2代。学生的时代就真做穆斯林兄弟会伫大学的代表，积极参与以武力反抗以色列统治运动。1997年，哈尼亚正做当时哈马斯创办人亚辛的办公室主任，实际上开始来领导哈马斯，甲约旦河西岸的法塔组织有相关的地位，来争夺整个巴勒斯坦领导地位。随即个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最摆爆发老血冲突。哈马斯伫巴勒斯坦的声望慢慢超过法塔。虽然哈尼亚伫内外因素之下被迫所往卡达去住，也过伊愿意政治局主席的身份对哈马斯来发号命令，也多摆代表哈马斯出现伫各种的外交场合，等于是哈马斯代表人物。包含伫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恐怖攻击，引发加沙战争了后，哈尼亚相关代表哈马斯伫各种外交协调场合来讲话。وإن أي مرونة نبديها في التفاوض حرصا على دماء شعبنا ولوضع حد لآلامه الكبيرة وتضحياته الجسام في حرب الإبادة الوحشية ضده يوازيها استعداد للدفاع عن شعبنا。对着恐怖攻击，也有随之而来加沙战争，国际法庭伫今年5月发出逮捕令。伫外界真关心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以外，哈尼亚相关被控牵涉战争罪甲反人道罪行。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结果，马杜罗连任出来引起争议。联合国、美国和拉丁美洲真侪国家，拢要求讲要公开算票。秘鲁是表态承认马杜罗的对手胜选的，也若马杜罗3集就宣布和这秘鲁来断交。反对派也强调讲，因为摕到7成以上的选票，也甲这示威行动不过搁较大，啊那这示威者也和警方发生冲突。委内瑞拉示威者伫真侪城市杀到以故强人总统查韦兹的雕像，抗议伊的接班人马杜罗伫亲信组成的中选会帮助伊赢第3个总统任期。首都卡拉卡斯30个再出现抗议行动，要求改正选举结果，确认反对派候选人贡萨雷斯才是下一任的总统。电幕警察用催泪瓦斯加手连庆治赶人，搁逮捕700多人，冲突造成真侪人死亡。国际对这场选举的公正透明，一直质疑。联合国、美国加拉丁美洲真侪国家，包括巴西总统卢拉，拢公开呼吁委内瑞拉都要公开计票的详情，比如表态承认贡萨雷斯才是赢总统大选，搁调回自委国大赛。委内瑞拉3集就宣布甲秘鲁断交，反对派嘛无伫退让，互人禁止参选的总统马查多，甲代替伊的候选人贡萨雷斯，带几落千的支持者继续上街头，讲因已经得到7成以上票数，压倒性胜利，甲选举前真像民调的结果同款，要求马杜罗爱认输。
señores de la Fuerza Armada, no hay razón alguna para reprimir al pueblo de Venezuela. 目前马杜罗也是有军警甲司法体系天意，以下令隔天开始，伫全国各地加强巡逻，并对拥护者讲，反对派是右派恐怖分子。国防部长国家抗议活动讲是政变。 网络顶已经出现唱票影片，显示贡萨雷斯伫每一站拢领先，结局煞是倒饼。利用西班牙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费格拉，呼吁国际社会追究选举舞弊，加强对马杜罗的压力。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 讲到英格兰北部的都市绍斯波特有嫌犯从入去舞蹈教室杀死3个囡仔，也有11个人来受伤。有人伫咧社群媒体顶头讲，这名嫌犯和伊斯兰教有牵连，却引起街头示威，有39个警察受伤。首相施凯尔也出面谴责，强调会依法处理。 几落成为绍斯波特的居民，3站伫咧市中心的广场，离开追悼3位年纪分别7个人、6岁、7岁、9岁被害女童。首相施凯尔甲内政大臣古博也拢到案发现场献花致哀。不过，伫咧追悼活动结束了，才无到几点钟，绍斯波特街仔路就出现暴力示威。 差不多100多位暴徒大声喊着反穆斯林的口号，甲基督团体保卫英国联盟领导人汤米·罗宾森的名，向警方弹玻璃杆仔、砖仔架，放火烧清真寺、警车，破坏商店。过程中造成39位警察受伤，其中8个人伤势严重。 因为场面失去控制，警方正罕见地引用《维护公共秩序法》第60条，在当地启动24点钟过的盘查行动，也就是到30日暗时8点钟前，警方会当对任何可疑的人士甲因抓来检查。绍斯波特即件造成3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的野刀杀人事件，17个凶嫌的身份甲背景，有心人士伫咧社群媒体发布假消息，讲这是甲伊斯兰有关。 英国卫报讲，基右派英国解决党一位支持者，也是社群媒体网红所发布的相关影片，就被讲80万的点阅率。也内政大臣保守党的科维利3日伫咧国会，希望民众莫伫咧社群媒体分享这件攻击案的错误资讯，加深受害者甲家属的悲痛。内政大臣古博也赞成。I agree with him too about the responsibility on social media companies because we do need to recognise there are things that are taking place on social media that go against their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their commitments as well. They need to take some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In Southport, the haters aren't going to win. They won't win here. 伫案发了后，警方以涉嫌谋杀加谋杀未遂逮捕的17个青少年，父母来自卢安达。 伊是伫咧威尔斯卡蒂夫出世。2013年报告绍斯波特，警方表示网络顶传的各种有关嫌犯的姓名、背景、资讯拢无正确，希望大家伫咧调查进行的期间，莫阁乱传资讯。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 日本指控咱的渔船掠鱼掠过界，甲咱宜兰的渔船富信河口压起来。咱即摆是纳150万日票的这个担保金了后呢，饭店渔船已经驶登到南方澳，船顶8个人拢真平安。不过，这只渔船呢是风浪甲密密麻麻，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海巡阁要进一步调查。 渔船登到南方澳渔港了，海巡随定船检查，所有入渔船富信号，敢若是伫台湾河渔界线以外5海里的所在，和日本海上保安厅人员定船检查，船甲船顶8个人拢被扣留。船身破一空，结果受损严重，渔民讲是和日本的公务船对撞，到即马抑阁惊。 渔民纳150万日元，差不多代表32万5千个的担保金了，则被绑带。伫海巡的介护下，31平安登到南方澳渔港，人员拢真平安。所区议会也到场关心，希望政府会当协助甲日本沟通，就算要执法，也无应该用弄急的方式。希望未来的话，应该坐下来，大家来根据这些的作业的方式来，大家来做有效的协调。第二方面，不应该用这样 撞击的方式让我们我方的渔船损害。船体的部分的话，我们
要经过搜证，我们才会知道说它状况如何。警方渔船甲船员发生意外，南方海巡队派渔人员抑个警艇解护渔船转来。因若南方的渔船是毋是有外界，抑个渔船受损的金额抑个理赔的问题，目前海巡队抑会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大巨蛋当时才会当办演唱会的民众是真关心。台北市长主办安在基表示，目前安上8月中，消安基金会完成相关的检查和演练。若准审查通过，上近9月大巨蛋会当甲这个场地准备好势了后呢，确定10月大巨蛋就会当办双十晚会。不过，这双十晚会敢会伫大巨蛋来举办呢？管团局就表示讲，若准不是体育比赛，就要照规定来申请。大巨蛋什么时阵会当办演唱会？大家关心。台北市长邱万安在去表示，目前预定8月中，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就会完成相关的检查，也有各项演练。若审查通过，上近9月，大巨蛋的场地就会当准备好。目前确定10月大巨蛋就会当办双十晚会。那只要审查通过，那8月完成，我想最快9月大巨蛋的场地是 ready 的。那当然，我了解办演唱会，它办会需要3个月左右的筹备期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确定，在10月份，我们在大巨蛋就会举办国庆晚会。台北市政府已经向内政部确认，大巨蛋举行非体育赛事，无适用建筑技术规则，建筑设计时间第127条，透过性能审查验证，并符合台北市大型军事活动安全管理处理条例，就会当举办演唱会甲大型军事活动，当然嘛包括双十晚会。不过双十晚会是毋是会伫大巨蛋举办？管管局表示，会看后续大巨蛋确定会当举办非体育赛事等临时性活动了后，依照规定办理申请使用。国庆晚会考量天候，以室内场馆优先，目前以台北大巨蛋为首选，备案为台大体育馆。另外，国庆晚会规划在10月5号办理，目前标案正上网公告中。针对大巨蛋消防安全验证制度，阮雄表示，30已经进行自卫消防编组应变能力的验证，包含指挥官在内，隆重出动92个同仁参与，伫国楼站进行演练。后续原来配合并尊重关键机关的作业，机台一旦赶紧符合各界期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铁要通到屏东去，除了本地左营站到屏东，无经过到高雄市区。不过即马评估了后，无排除搁再增加一站高雄站，搁再来到延伸到屏东，按算年底进前会有答案。交通部长李秉干是解说讲，上早这高铁规划就是高雄有2站，左营甲高雄。未来若准备起一个高雄站呢，这规模会比台中站搁较大，而且要做地下化的车站。也若这个交通部长李秉干是搁再讲到，这高铁若做到屏东了后，有机会做到台东去，不过这部分搁需要评估。针对高铁的路线，交通部长李秉干是对外展出上新的规划，强调高铁伫高雄上早是规划有2站，包括左营站和高雄站，而且高雄站的设置比台中站规模搁较大，搁是地下化的车头，消息嘛引起民众讨论。目的地主要还是到屏东嘛，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不用再增加一个高雄，就是左营直接到屏东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如果在那边再增加一站的话，可以看能不能带动那边的经济。民众对高铁高雄站的看法是完全无同。根据了解，本地高铁路线的规划是对左营站延伸到屏东站，即马嘛搁爱评估，无排除对左营站往南延伸到高雄市区，另外设高雄站搁延伸到屏东。李秉安甚至但出高铁对屏东延伸到台东。台东的部分，这个因为还没有启动相关的可行性评估，还有路线的选择，所以这个部分公法目前都还要再做进一步评估才能确定。整个可行性研究都还没有开始做，包含你要怎么选这个路线，你要如何去穿越中央山脉，目前一个比较未知的状态。这是高铁未来的路线，到底会照原本的左营方案，还是高雄方案，拢会到年底才定案。不过专家认为讲，不管是对一个方案，拢会评估工程好做歹做、宽屏的问题和财务的可行性，才会当发挥上大的效益。因为左营的这为主站，它的周遭的这个地形或者是我们的环境，它可能容纳作为调整的主站会比较合适。高雄的话，因为它的空间比较有限，所以我建议这个部分必须要做一个更完整的评估。
高铁延伸到屏东的路线已经升到到台东的可能性，李明岩嘛承诺讲，伫任内会启动评估。不过学者认为讲，高铁东沿的路人有限，桥的关系差阁真大，所以政府嘛是要考虑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才袂伤害生态也是水土保持。记者综合报道。据到财政部上届新的性别统计年报，2012年男性平均一个人的所得是752000块，而女性平均的所得是47万，差1.6倍，是这11年来上届第一。而妇女团体是希望讲政府会当有更加积极的政策甲措施，会当有公开透明的制度，互查甫拢会当平悬平大。为着生活，不管查甫拢伫工课场拍拼在做工课，都是为了逐个月的薪水。但查甫共工无共收的现象，说干那嘛是伫咧。根据财政部上新的性别统计年报，2022年男性平均逐个人的所得是752538块，女性平均所得是470569块，两个差1.6倍，是创11年来新高。其中这篇业务的所得包括律师、建筑师、医师等等，男性人均是21.2万，女性是11.4万，差1.87倍，是比前一年较侪。应该还是男性的薪资会比较高吧？资讯业啦，对，那很明显。看什么样的职场啦，我之前大概都是在医院，护理师的一些薪资，我觉得其实都反而在提升。大多数的查某民众都有感觉，有人认为讲爱看职业的类别，有专家认为讲查某薪水差变大，和这个高薪产业内面男女都工比例差相当有关系。不论在白领的高薪工作或蓝领的这个技术工作比较高薪的一个部分，其实这个男女比例比较失衡的情况下，也造就所谓的这个男性的一个薪资会高于这个女性。因为多数的台湾女性她可能会被预设，她必须要负担家庭的照顾。国外其实他们透过了一些家庭工作平衡的制度，来让就是雇主不会那么容易的去预设女性她在投入劳动上面一定跟她的工作是有所冲突的。过去几年也不断的在呼吁说，台湾应该要仿效欧洲这样子的薪资透明化的制度。妇女团体是期待政府会当更加积极来推动公共照顾资源，而且研究薪资透明化相关政策和措施，减少女性在工课场升职的时阵拄到无公平的待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的生活会当过甲遐尼舒适，就是因为咱生活当中的无方便，有真侪人替咱处理。这个凯美丰台已经过几日公路，高雄山区也阁有上百户失电，其中南马社上侪户，主要是因为这连外道路袂通，台电警官干那会当用行的入去补路。也若讲到这大型的工程车是无多到位，干那会当靠人工去抢修。5位台电人员做伙溜索啊，因为竹仔甲电线低调的，现场无大型的工程车通斗三工，干来当靠人工恢复电线。因为风台离开要1礼拜啊，高雄南马社阁有部落到达油源失电，虽网部真物资无欠缺，居民已经8天无电通用，因毋望会当量早复电。部落叫南沙路，他们目前是电是还没有供应。所以他们的网络目前还是不行。我们的电力还有通讯，还有水，所有都完全停了快1个礼拜。因为这个风台造成南马社连外道路台29线放起，电火条啊嘛，互大水冲去，大型的工程车拢无法度入去部落。台电人员是爱工具行路入去事故的地点，靠人工方式抢修电线。南马社为原本的4000多户停电，抢修到达剩72户。车辆无法到达的地区，由台电人员背负工具以及材料，徒步前往事故地点进行抢修工作。于29日下午复电逾90%电力。31号上新的统计，目前全台湾敢若剩高雄，包括南马社、甲仙、甲桃园区，总共101户也咧失电。台电已经加派人员，毋望会当量早复电。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即届凯美丰台来的时阵，拄好是连角鸟的生产季节。高雄美浓湖的连角鸟生产地袂堪的大风雨龙引起啊，当地志工也记录到这连角鸟阿爸伫咧丰台的时阵保护鸟仔卵的过程。不过也是有2个鸟仔收无去，有2、3只鸟仔囝找无，加在有10个收留落来。
天顶落大雨，林家鸟阿爸收回来看鸟仔收的卵，看到伊正着急，想要把收固定好势，想袂到鸟收甲卵拢豆豆啊沉落去，落尾袂堪伫风雨规个沉底，志刚看了是真毋甘。伊就是讲一直沉落，啊爸爸就想要去补迄个草材，啊毋过伊的身躯徛起嚟了后，煞佫沉落，因为佫较重嘛，啊伊就遐毋知要安怎才好，啊到尾伊嘛是跳起嚟，佫伫遐。捞蛋啊！透过摄影机才通看到做风台时阵，林家鸟阿爸保护鸟仔卵的辛苦。当时咪拢乌的水拢溢出来，致使林家鸟的车底嘛淹水。毋过嘛是有某的林家鸟伫风台期间连续生4粒卵，到搭又完无放弃。工作站统计，风台进前总共有12个林家鸟的收，有2个收拢淹去，另外阁有2-3只鸟仔囝，到搭是无看到影。一寡林家鸟的幼囝。因拄搭出事，啊，拄着风台，就真正无去啊，因为风台了后，阮有去找，啊找无。即个美浓嘛是风台重灾区，志刚表示讲，过去美浓湖有60公顷有治洪的效果，毋过因为开发，致使规个湖剩20公顷，当地毋嘛呼吁林家鸟嘛会当重视南马地治洪的效果。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真侪人会骂讲，这车路顶的三宝是遐尼济，毋过真侪生活当中的小罪，却是定伫咧做。真侪民众为着要赶时间，拢会直接甲这奥多摆呢，徛入去和平公园内面的脚踏车道。根据着新北市政府的统计，113年顶半年就1492件违规，偏去年是加300件违规罚单。为着要保护民众的安全，新北市政府宣布，对8月1日开始，会伫咧树林、泸洲、淡水、汐止设科技执法，要来抓即寡违规的轿车奥多摆。和平公园内面告示牌顶悬有写禁止汽车、奥多摆驶入去脚踏车道内面，但是不时有民众为着要抢时间，无顾告示牌的提示，直接将奥多摆骑入去，造成骑脚踏车的民众甲运动的民众拢真危险。新北市政府宣布，对8月份开始，伫和平公园的脚踏车道有增加6个所在有科技执法来处理违规的车辆。我觉得明天有那个科技执法，我觉得还不错。晚上可能在这边走的话，或者是运动的那些人也会比较那个安全啦。就是没有，基本上都是脚踏车骑这条啊。我觉得设这个蛮不合理的，就是有点浪费钱，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摩托车会骑进来，大家都是骑马路。为着要保护过路人的安全，新北市高潭地工程管理处表示，对去年9月份开始，陆续有设9个科技执法摄影机来抓违规。根据统计，113年顶半年就有1492件违规事件，比去年加出300件违规罚单。那截至今年的6月份我们目前已经开单告发了约1492件了，那较去年平均增加了约50件。那我们今年增加6处科技执法的点是为了让运动的民众及身障的朋友可以更无障碍及安全的通行园区。8月1日开始，分别会伫树林、泸洲、淡水、汐止，各会增加6位科技执法落单。高潭处提醒民众爱遵守交通规定，若执罚单上济会罚款900块的罚金。记者陈阿选、曾俊佑新北报道。伫咧较早，这中华鹿港有真侪文人雅士，因聚会时阵拢会食茶、吟诗、配糕仔饼，用米甲糖做出来红眼糕，也因为这材料较稀罕，较早是富裕人伫咧食的。今麦有地方团体举办体验活动，互民众行伫咧鹿港老街听历史，体验做红眼糕，也了解到100年前鹿港人的生活。一块一块形体若像目睭的糕仔饼，是鹿港特有的红眼糕。鹿港伫100多年前是真佳雅的贸易港口，毋但是经济重镇，文风嘛真兴。侪文人聚会、啉茶、吟诗的时阵，拢会配糕仔饼，所以发明出红眼糕。因为咱鹿港较早时代是算是足繁华的所在，较早会算高贵人家，还是有钱人，因食物件是希望优雅，希望一喙食落去，但是佫袂迄落去夹着安尼啊，所以才发明这种足油的入口即化的糕点安尼啊。
烘干糕的材料是糯米粉、米粉、白糖、甲油，这个原物料伫当年来讲算是落成本。为着互民众了解过去鹿港人的食米，电园团体举办体验活动，互民众动手做烘干糕。烘干糕嘛是咱鹿港较早好野人咧食的点心，因为较早物资较无遐济，所以你会使用米甲糖做点心，是有钱人才食会起。以前的清朝，搁到日本时代，大家人的食米啊，搁无啥共款。啊，今搁做这个烘干糕的时阵啊，搁米来甲磨做粉。啊，伫以前好野人会当食到这款物件的时阵，是遮尔啊珍贵，遮尔啊无简单。主办单位表示，为食食文化会当看出一个所在历史。过去真稀罕的烘干糕，即阵已经是真时尚的食米。望透过体验活动，互民众熟悉传统糕仔饼的发展，搁通了解地方的历史文化。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